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0月初1。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9篇，出埃及记23章第1节到第9节，歌罗西书第2章16节到23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诚心实意。对人诚实，也是讲诚恳，嘛是一种敬畏上帝的表现啦吼。出埃及记23章第1节到第3节的经文安尼讲，毋通报扬谣言，毋通互歹人甲歹人联合揽散做干净，毋通对正人行歹。伫即个三个的事，毋通偏倚大病。讲伊的话来冤枉正直。第3节伊安尼讲，毋通伫三个的事顶悬来偏袒颂扬人。伫即个内底讲着，拢是讲着对人的诚实啦吼。这甲敬拜上帝到底有啥物关系？咱后壁才来讲。伫即个经文中间有几项事，摩西咧甲以色列人提醒，伊讲毋通来即个散布谣言，也是讲报扬吼。第2项就是讲毋通做假的干净。第3，毋通扭曲即个正义。第4项就是毋通偏袒颂扬人。我想伫第1点甲第3点，咱真容易了解，因为伫圣经内底时常提到，咱莫讲是基督徒啦吼，就算是一般的人，拢应该有安尼的认识，毋通散布谣言啦，毋通做假的干净啦，特别是即条，咱知影是10条诫中间的诫命，毋通扭曲正义啦吼，也是讲公义啦吼。比较较歹了解是上尾即项叫做毋通偏袒颂扬人，这甲无诚实，也是讲敬拜上帝有啥物关系？也是讲咱毋是讲爱听迄个弱小者、弱小的人吗？吼，事实上这是咧反映现今一寡足奇怪的社会现象。真侪时阵，咱看到足侪人咧讲着慈善的名。咧帮忙迄个颂扬人，也是讲弱小者，来替因发言啦吼。基本上，若照圣经的基础，也是讲遮个所谓的弱小者，对遮个人的讲法的中间，其实是已经是一种轻视。无说意思是讲，咱当然是需要帮助遐需要帮助的人。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教导，但是咱若准将某一寡人已经定为做弱小者，那安尼咱已经否定，也是讲咱认定这个人是永远无能力、永远的弱小者，是永远需要你甲帮忙的、摕补助的。还是讲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讲，当咱咧帮忙这个人的中间，咱是毋是有一寡尊重伫迄个内底？虽然咱帮衬因，咱却有计划来帮衬因来自立，有尊严。有一出日本电影，伊的这个电影的名叫做《做好阿嬷》，当然嘛有一本这个册啦吼。这中间有一幕，就是迄个男主角。伊伫学校的时阵，因为因兜真瘦，伊的老师想讲要甲伊的便当来甲这个瘦声的主角来互伊食。但是这个老师毋是干一个吼，这个学校的老师甲伊有关系，拢一个一个拢假做讲腹肚痛，想要甲家己已经特别准备真青草的便当，甲这个主角来换，因为伊的便当内底敢若有一粒糜仔尔。当这个主角等于甲伊的阿嬷讲的时阵，这个阿嬷真有智慧，就讲你的老师想要帮助你，
但是佫无爱互你受伤害。伫圣经的教示中间，偏袒遮的送向人，毋是出自真正的疼。这是亲像第三点咱所看起的，已经是扭曲的正义这个作为。咱要帮助需要的人，需要有智慧，并且爱真正会尊重因，毋是甲因看做真正迄种弱小，爱互因有自立的机会。因为即件事顶悬来处理了正确，咱伫敬拜上帝的事顶悬也会通正确。伫人的事诚心实意，对上帝嘛则会通诚心实意。腓立比书第2章的经文甲咱讲，敬拜上帝顶悬毋通虚假，亲像耶稣基督讲到法利赛人共款。伊讲因伫街头伫遐大声祈祷，假做真虔诚的样式。对人的虔诚甲敬拜上帝有甚物关系？这是咱上落尾要来分享的。咱还未讲到这，其实伫咱倒转来伫迄个头前咧讲第2点，伊讲袂当做假干净。这是出伫这个出埃及记第20章的10诫内面。上帝颁布予以色列人，这个袂当做假干净，颁布伫10条诫，是要来要求这以色列人要怎样的标准来敬拜上帝。所以这是敬拜上帝的要求哦吼。另外，咱搁用耶稣基督新的诫命来讲，伊讲恁着尽心、尽力、尽意、尽性来听主恁的上帝。伊讲第2个也3亲像，着爱听厝边亲像家己。同款的标准，咱要用诚实来对上帝，咱着爱用诚实来对人，这是同款的要求啦吼。好，那参像耶稣基督伫这个约翰福音第4章23节到24节，甲这个古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人讲，但是时阵若要到，现在就是。迄真正敬拜上帝，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安尼敬拜是天父所要爱。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爱用神甲真实来敬拜。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0月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9篇，出埃及记第23章1到9节，哥罗西书第2章16到23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诚心实意。对人的诚实也是一种敬拜上帝的方式。出埃及记第23章第1节到第3节这样说：不可散布谣言，不可作伪证，袒护有罪的人，不可附和多数作恶，或歪曲正义，不可在诉讼上偏袒穷人。这个经文里面其实告诉我们，都是一些对人的诚信上面的事情。这个与敬拜上帝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等一下最后会来谈这个问题哈。但是这个1到3节的当中有几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来看的。经文说到不可散布谣言，也说到不可作假见证，也说到不可歪曲正义。第四个他说不可偏袒穷人。我们要从这个经文里面来思考这个敬拜上帝跟所谓的对人诚信到底的那个关系在哪里哈？第1点到第3点，我们其实很容易了解，不要说是基督徒就是一般的人也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他说不要散布谣言，
不要做假见证。这个呢，也是十诫当中的诫命。他也说到说不可歪曲正义。比较难了解的是第4个，他说不可偏袒穷人。为什么偏袒穷人这件事情是不诚实的呢？我们不是常常在说我们要帮助弱势者啊，要做慈善啊，那事实上这个正反映现代社会的一些奇怪的现象。我们看到许多人都打着这个慈善的名义来帮助所谓的穷困的人或是弱势者，为他们来发言。基本上看这一些发言，他们对于这些所谓的弱势者，基本上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是歧视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过分的偏袒。当然我们需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这是基督信仰的教导。但是我们如果把某些人就定位成弱势，那么我们是否已经认定这些人永远没有能力，是永远的弱者，是永远需要靠着帮助来拿补助？或是我们在这个帮忙他们的当中，也有很强调所谓的尊重的这个部分。虽然我们帮助他们，但是也要有计划的让这些人有机会的自立，有尊严。有一出日本电影叫做《佐贺阿嬷》，其中有一幕是主角一个贫穷的家庭的孩子啊，他的老师都知道他的情况。有一天呢，想要把这个自己准备好非常丰盛的这个便当跟主角交换，因为主角通常都是带着白便当，然后加上一个梅子而已。就在同一天，几乎所有的老师每一个人就一个来表示说肚子痛，需要吃白饭配梅子，要跟他换便当。这个主角回家跟他阿嬷说，今天很奇怪，学校的老师大家都肚子痛，大家都要跟他换便当。这位有智慧的阿嬷告诉主角，老师是为了让你不受伤害的帮助你。是的，偏袒穷人在圣经的基础里面是不是出于真爱？如同我们在第3点看到的歪曲正义，这样的作为其实提醒我们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当中，需要有智慧，需要尊重他们，并且要帮助他们有自立的机会。因为这样的事情上面如果能够正确的处理，那我们对在敬拜上帝的事情上面也就会正确。在人的事情上面，我们如果能够诚心实意的话，对敬拜上帝的事情我们也才能够诚心实意。腓立比书第2章的经文告诉我们，敬拜上帝上面是不可以虚伪的，如同耶稣基督说到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常常在街角大声祷告，假装自己很虔诚的样子。对人的诚信到底跟敬拜上帝有什么关系？我们还没有提到。我们先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的第2点，就是说不可作假见证。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是出于出埃及记20章的10诫里面。那我们知道10诫是上帝颁布给以色列来敬拜他的一个基础跟基本要求。那意思就是说，这绝对跟敬拜上帝有关系的哈。那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新的诫命的概念上面，他说：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上帝。他说第2个也相反，要爱人如己。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爱上帝，也要爱人。
从爱人当中来表达我们是爱上帝的。所以对人的诚信也是对上帝的诚信，那个重要性是一样的。我们又最后要来看到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的记载23节到24节，他在跟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这样说，他说：可是时刻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天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样的敬拜是天父所要的。上帝是灵，敬拜他的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